机，关机，待机当机，对象上班的手里有灵气。清晨6点钟，心不甘情不愿地按下闹钟，肚子偏偏，脑袋空空，骑着破车前往上班路途中。台北桥头机车不动也不动，我的心为何隐隐在作痛？新来的同事，每个都像神奇宝贝，一个比一个还废，随时随地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。Holy shit， 林北不是神奇宝贝训练师，为什么还要负责帮你们擦屁屁？开机关机，待机当机，不想上班没有力气。开机关机，待机当机，社畜人生逢场作戏。开机关机，待机当机，共体时间同舟共济。开机关机，待机当机，我听你在哪里放屁。不问主管回应内容千篇一律，老板再三提起那个天文数字般的小熊目标业绩，然后对我笑眯眯，拍拍肩膀说没问题，一切统统交给我。靠，真的是太麻利个屁！我也都懂那些心灵鸡汤这场伦理，我也明白抱怨没有办法解决问题，可是如果不抱怨我会感觉快要活不下去。于是两眼一闭，任凭一切继续摆烂下去。开机关机，待机当机，不想上班没有力气。开机关机，待机当机，社畜人生逢场作戏。开机关机，待机当机，共体时间同舟共济。开机关机，待机当机，我听你在哪里放屁。浑浑噩噩一天就这么过去，蹲在路边摊吃卤肉饭，北京白带皮，明天就要发薪水，想想还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撑下去。猛吸一口气新烟，无奈抬头问老天，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放心的关机？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放心的关机？